乡亲啊，你捌伫个田里水边看过这种讲下做是灵婆仙子的菱角鸟无？菱角鸟嘛是第二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，但是甲天价一夫多妻的无共款。菱角鸟是颠倒摆，是一妻多夫。1980年代，因为农民长期滥用农药，盗杀的事件不时咧发生，嘛使得这个菱角鸟一度面临着断种的危机。最近这10年来，台南瓜田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，世界去说服农民减少用药，才让这个菱角鸟有得休喘，数量嘛豆豆回转来。另外，伫个高雄的美东有一对退休的翁仔某，老孝心甲黄淑梅，因为着要甲这个美丽灵婆仙子留伫个故乡，所以提出着退休金，租一块趴远的农地，亲像甲打造做菱角鸟的栖息地。珍禽的守护者，安怎串联着人甲生态之间的美好？咱做伙来了解。对环境也友善，对生物也友善，就是共利共益。鸟可以生存的环境是我们人类是相对健康跟自在的状态。能够那个帮助就是水质很极端。好翕的热天，日头正炎，台南官田绿野青坡，伫菱角田内面却是热情如火。一看到正直来，港的菱角鸟压价就见到姿势要甲伊输赢。当年4月份到9月份，菱角鸟伊的毛换甲真水，双边的色有乌有白，啊，毋过那是金黄色的，搭着灵婆尾部，尾长长，看起来姿态真优雅，所以讲有灵婆仙子的外号。那换成繁殖羽母的呢，就会先进到适合的栖地里面，呼唤着供水是过来，就会这样呦呦呦，就一直叫着它们进来。而且它是一妻多夫，那大家一听到他供得带小孩，尤其是老一辈，就会觉得非常的新奇，他就会觉得说啊，那是歹命的啊。台南市官田区种菱角面积甲产量是全台湾第一的。菱角鸟伫菱角田内面做寿，嘛伫菱角田内面讨食，所以讲在地人叫伊是菱角鸟。1989年，水天被农会指定为第2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，伫台湾捌强要绝种，原因是一连串大规模的中毒事件。这里还有2只。而且水质在这附近呢，一直有听到它叫。幼鸟。什么云雀玉？云雀玉嘛哈。那刚才在那边的话，有一种小小的也是云雀玉在那边。对。那菱角鸟死真济，同款4类2级保育类的骨尖啊，嘛倒伫土坑。是那个什么偷服装嘛？对。一样啊，跟我们在那边。一样的。红色的包装就是代表剧毒农药了。呀，说你当啊死你当大家。啊，应该菱角鸟嘛较袂呢。啊，拢落特价拢死啊。当时农药追求管理方便，确保收成，农药用了超过，威胁到菱角鸟的生存。伫田园内直接看到红色一粒一粒的农药啊，动物无论大细只，逐只嘛死。通常是水体遭受到农药加保扶的污染，所以这一些水雉鸟呢，它去喝水的时候就会直接头栽下去了，然后会同时，它们群聚的话会同时好几只会死在相同的地方。30年前，当年平均有几百只菱角鸟中毒身亡，经过农药的切啊变成农药直接毒剂。1998年，全台湾菱角鸟的数量强减少，剩较无50只。你像一天啊，捡到最多是捡到多少？300多只，一天就300多只，是一块田这样子，就是堆起来。
唔惊一头拍来到田花边检查，伊是林角鸟生态教育分区的主任李文珍，嘛是台南官田重要的林角鸟的守护者。像这样的洞就放那个托福松，有啊，它还是有撒啦。他们就是会把稻谷加宝福，然后撒在稻田上。唔甘林角鸟无过牺牲，2013年起，李文珍世界拜访农友。决心要改变林角田内面的生态和谐。阿伯来，嘿，秘书你好，阿伯你种啥？种除迄除啊你的吗？还是？哦，种你的哦，哇，你这好呀哦！提倡减少用药啊，创造生态甲地方共好。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，有共款理念的人愈来愈多。这我种这就是拢插取鸟树吼，啊。嘛有插叶啊，效果出角鸟啊较无效。爱看用啥？种话，阮有去买风吹啦，买老鹰的风吹啦。哦，风吹。应该老鹰的风吹效果会较好。看到老鹰的叫。 54年娶王宝文，15年前回去故乡做农，架半田的地，农采取友善的农法，无用杀草剂，和生物自在讨食休困。这落食伊啊，有无？这开机就拢有食伊。这33股都拢无着草，拢无草药啊，爱分鸟啊食，讲酸啊，这无法度啦。放弃较早的做法，就要较接来只赶鸟啊顺产水，修成减少，种出来林角嘛比别人的较细粒。不过王宝文坚持信念，伊相信会看到改变。 食呢，你有看？袂惊？嘿啦，袂惊啦。迄后脚啊，真系讲的哦，伊就跳起啊。哦，你看迄几只？啊，你看上伊嘛唔插伊呢，公布咯，伊嘛唔。鼓励农民他们去种植对我们人友善，好，对环境也友善，对生物也友善，就是共利共益，也就是三生共益，生态、生产跟生活。 2021年，台南官田林角鸟的数量回升到1307只，保护林角鸟一群农民串联农业甲生态，人甲鸟之间友善的循环，李文珍甲生态伙伴辛苦总算有代价。这是官田的一个宝啊，真抑个拄好伫这个转接性啊，少年的坐起来到尾啊，应该是台湾会更好。欢迎大家，这里是我们的美浓湖水质富裕园区。你看，我们刚刚有讲哦，水质是冬天来，然后后来我们种了菱角，它才留下来。看吊镜导览解说人称柑仔老师的黄尚梅，采访这一天，带这鸟友来到湖港山色的美浓湖边观察林角鸟的生态。然后下看到我们美浓的水质，它喜欢在野莲田吃虫虫。那野莲呢，这个产业在美浓，它的耕种形式又刚好可以让它留下来，可以凸显我们美浓在地特有的产业跟它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很以雅莲钓。讲到一半，大家向阳发现有林角鸟。我们很 lucky 哦，我们这个很 lucky 哦，对不对哦？第多张呢 ？Lucky Seven。因为伫美浓，林角鸟只是寒天短暂停留的美丽过客。2017年，柑仔老师甲因先生刘孝新两人提出退休金，租1公顷的园地，要互林角鸟无分四季，变成永久的居民。我们要租的时候是人家不要的烂地，好，那可是呢，我们是看到水质就选了这个地方。那个时候想说不知道可以做多久，所以我们先签约3年。因过服务林角鸟，阿某两人拢是头一摆，因是想尽办法要营造友善的所在。是哎，全株都是刺。
水蛭喜欢在上面，因为它是不是有刺吗？然后就把一些草材放在上面，所以它的蛋不容易掉下去。路的另外一边，老好新老师耕一丛和野莲蓉当作是杂草要单调的欠息，大家决定直接落水，替连角鸟打造5星级的育婴房。我甲你看，你安尼会叫喊着，袂。靠近一点，中间。我建议是在菱角的那个中间那里啊。水面生真济，影响到菱角的成长，嘛好菱角鸟生炭期迁真久。这阵爱鸟人士临时决定换遐讲，开始清水面。尽量把它挤下，不然会很重哦。水棉就是你们看到会覆盖住水面上像棉被一样的藻类，然后到时候我们的水生植物像是菱角啊，就会被它们盖住，然后渐渐的就失去活力。老师，这不太好走哦。对，你要小心哦。你一个人太寂寞了吧，一心老师。虽然说呢，在烂泥堆中行走可以说是寸步难行，但大家还是表示一点都不辛苦，只希望把水质最美丽的倩影留在家乡，营造一些比较友善的环境，让它有机会把这个鸟留在自己的美丽的家乡。能够那个帮助就是水质，我觉得很值得啦。众人同心，保育工作渐渐有成果。不过到2020年土地租约到期，地主将租金起1倍。甘仔老师因阿某苦恼的时阵，家在有一群人及时出手斗相共，号召大家朋友来看看，说愿不愿意一起来帮忙。后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，就有69位朋友来响应。我们一共集资了40几万，民间的力量让生物的多样性能够加以拓展延续，这对我们来讲是相当有意义的。众人合作，替菱角鸟留一片小小休困的所在，不过面对说服农友响应合约，依然是一个难题。不要种下去那么小的时候，看到那么多，种下去还弄得乱七八糟，以后长得不好啊。所以你们就很反对要来保护这个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也很反对的。那后来怎么接受的？就没有啊，一直慢慢长大就没有关系了吧，就一样拍手拍了赶走了就好了。我们讲说友善环境就是尽量不要用药嘛，它帮野莲蓉吃虫虫，接下来它就可以不用喷很多药嘛。2020年的寒天，总共有28只菱角鸟愿意停留在美浓轻盈飞舞的身影，嘛为当地生态环境留下美丽倩影。鸟类它是一个环境的指标，如果水质能够在美浓地区活下来、繁衍后代，那也代表着美浓的环境其实是越来越好的。今日鸟类，明日人类，这是真的。鸟可以生存的环境，是我们人类是相对健康跟自在的地方。度过灭绝的危机，菱角鸟踏着万妙的脚步，见证人类甲环境迈向和谐共好。农业甲生态并不是单选题，只要真正的保护，就会使替菱角鸟留下自由飞翔的空间。